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马哈德。我是小硕萧鹤硕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维尼。我是王瑜君，这次担任南面儿歌的评审与制作人。南面儿歌对我来讲，就是给一个机会，让全世界的人拢听见家己的作品的一个平台。南面儿歌对我来讲，就是唱出你自己，做出你自己。可以写一首带回去故乡，然后故乡的人听得懂的歌曲。南面儿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审视台语跟我的关系的一个机会，用台语进行日常对话，用台语思考，进而用台语创作。我觉得可以透过台语、透过母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创作，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为今麦开始到5月5号，为今日开始到5月5号，即日起到5月5号，即日起到5月5号，南面儿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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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你来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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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来吧！等你来投。